肤品我们每天都在用，但其实很少人知道，我们的皮肤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护肤品生产工厂。护肤品其实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适合不适合之说。同样的名字，原料等级不同，效果却天差地别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帮你看懂成分、选对配方、用对产品，带你一起成为专业配方师的赵一姐。很多人问我，每天工作那么忙，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个账号？因为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美眉们关注护肤品成分，但是关注的点很多时候是错的，甚至是被带偏了。作为深耕护肤品研发30年的配方师，我将用专业角度带大家走上最正确的护肤认知之路。因为热爱，所以专业，以配方之名解码护肤真相。我是赵一姐，关注我，让你轻松解锁变美干货，也把变美小妙招分给身边人。以配方之名解码護膚真相。In the name of formulas, encarve the truth of skincare. Titan na tabini, halu yo hajo, foro titani, sui mui.